姚先生，作為沈醫生咧，我哋一路長期都好想校監啦。咁咧，我哋咧係代表一班咧香港嘅市民朋友，我哋藍絲帶運動咧，同埋咧我哋其他幾個團體，今日咧將呢封信咧係表達你係邊個部門啊？請問係歸先啊！好啊，我哋俾啲掌聲啊，周小姐。多謝佢係嚟接我呢封信，亦都希望咧，我哋一陣間咧，我哋仲有一個係電郵咧，係俾到校長室嘅，係連埋英文同埋中文嘅另外一個 copy 俾你哋。咁我哋咧就代表香港嘅市民同校長咧，沈祖堯咧，醫生咧係講出咗香港市民嘅心聲。我哋睇到香港咧喺佔中裏邊咧，好多地方就發生咗唔同嘅暴力嘅衝突，主要嘅街道被一啲學聯話代表晒全香港學生嘅代表，就已經係霸佔咗我哋好多日嘅地方，癱瘓咗香港嘅交通同埋運輸，影響咗數以千計香港人嘅生活。而示威者特別係學聯，特別利用咗呢樣嘢嚟好似挾持我哋香港人做人質，做佢政治嘅籌碼，同政府談判。其實我相信佢唔係代表晒所有全香港嘅大學生。直至近日，示威已經係變咗質啦。初頭話和平理性嘅，但係後來就成為破壞、搗亂、衝突警察為目標。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咁樣嘅暴亂嘅情況，係以暴民想去管治香港。而香港今日呢一個亂局，一切都係嚟自貴校中文大學嘅一位教師陳健民先生，佢打住學術自由嘅名號，喺大學裏邊宣揚非暴力嘅佔中計劃，煽動大學學生嘅熱血情緒，一個個加入參與破壞香港治安同埋法治嘅暴力行動，將香港拉入去呢一個無法回頭嘅深淵。呢一位煽動他人犯法嘅教師固然可恥，但係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最高學府之一嘅負責人，校監沈祖堯校長，校監啊！校監先係宣傳佢計劃冇改變，將所有嘅學生嘅校內幫助宣傳犯法嘅計劃視為學生參與嘅社會自由。呢一個唔單止係冇主動去阻止佢哋嘅行為，反而喺學生參與佔中嘅期間去探望學生，仲鼓勵佢哋話佢哋係行動和平，但係事實